大家好，我是小雷，天天到家，今天已经第10天了，体重也从4.9斤长到了现在5斤3两。外婆呢一直想过来看看，但是最近天太热了，今天我开车去把她老人家接来。小宝宝在晒太阳，去黄疸。月嫂，今天中午你烧4个人的饭，因为一会儿我去把我外婆接过来，她来看重孙。现在顺路先来看看奶奶。从上次镜子医院补水之后，奶奶家还没有来过，实在是太忙了。本来呢也能把奶奶一起带去看重孙，但是奶奶晕车，很严重的晕车，基本上坐上这个车开50米就要开始吐了。我也蛮奇怪的，好像我周围身边的同学，包括镜子的奶奶都是晕车，但是好像外婆都不晕车。不知道你们的奶奶是不是也晕车呢？隔着花坛，远远的就看到了我奶奶，背对着我在聊天呢。阿爸。阿爸，孙子来看奶子，阿爸。你现在来的？哎，蛮好，奶奶身体健康，一切都好。奶奶现在一个人住了，我们家里人给她的规定就是白天要多出去走走。一个人啊，哪怕去超市啊，也要多和人交流交流，和村子里的奶奶都要讲讲话，不然一个人待在家里，要老年痴呆的。这一次啊，我们去看松森，还是外婆家这个新小区啊，全部都是地下车位，非常的好，就一年四季气温都一个样。但是我住的那个30多年的老小区都是地面车位，到夏天现在天热真的吃不消，所以之后我换房子，我一定要跟我爸爸说要换那种新小区有地下车库，车位要买在下面。地下车库没有太阳光照射，人坐进去很舒服。没地喊，没地，不急不急。这个火辣辣的太阳。我不能在楼梯啊追得动家，这没得啊痛。下趟再到3年到底我摆在哪个搭子？不如难带到追楼梯呢，真的不大方便。来，我吧，还是看看松森。我们那叫谁毛里面那些打水。来看看啊到底子。临时起意，外婆打算唱段评弹熏陶一下。金钻，姊妹洞玉春，看看俺不吃饭吧，吃饭吧。吃饭喽。俺不来看看那个一袋子，我只抽，侪是我3个。你上哪看米蛋呢哈？肯定有吧。镜子你吃吧，清淡为主。还有个俺不的弟弟在位置啊，送来走起。哎，你不干这个。